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作为。祷告不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回应哦，有时候不是按照祷告的人所期待的时间，甚至不是祷告的人所期待的方式跟结果。我们经常要提醒兄弟姐妹，祷告的主人不是我们，祷告的主人是上帝。如果祷告完全按照祷告人的方式来回应，那么我们要问的是，主人是谁？假使我们的祷告不切合实际，上帝可能不会接受。如果我们的祷告需求时间还没到，上帝就会调整这个时间次序。耶稣基督曾经说，我的时候还未到。如果我们祷告祈求的方式不对，上帝会调整，用他的方式来进行。简单的说，上帝的工作有他的方式，所以我们要用英文来了解上帝的工作。我们可以说是 God's work 或是 God's way，这两个都可以，或者是我们把这两个把它融合在一句话里面说 God's work in His way， 或是 God's work in God's way， 就是说上帝的工作是照他的旨意来做的啦。先知就应该要非常明白上帝的旨意跟方式。不过呢，旧约的约拿就是一位故意违反上帝旨意的先知。上帝的方式透过许多让人来的方式来启示人。阿摩司先知在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，标题写水果的景象。至高的上主给我看到一个景象，就是一篓熟了的水果。他问我，阿摩司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一篓熟了的水果。上主对我说，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，这回我绝不饶恕他们。那一天，宫廷的歌唱要变为悲伤的哀嚎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一片死寂。标题，以色列的厄运。你们这些人欺压贫困，剥削这个穷苦，你们听吧。你们自己说，神圣的节日快点过去吧，好让我们去卖谷物。安息日快点结束吧，好让我们去做生意。我们可以抬高物价，用假砝码和小升斗欺骗顾客了。我们可以用高价卖出劣等的麦子。我们要找个无法还债的穷人，用一双凉鞋的价钱把他买下来当奴隶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发誓说，我绝不会忘记以色列人败坏的行为。上帝以异象来启示以色列人即将遇到的厄运。虽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，欺压贫困，剥削这一些穷苦的人，因此上帝的作为就是惩罚，让他们呢也遇到就是他们自己所做这一些坏事一样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这是上帝的方式。在新约
我们看到还没有得救、还没有领受上帝呼召之前的保罗，当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扫罗。他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，他不但迫害教会，而且是大迫害。圣经说他是残害教会的手段。扫罗当时候见证了司提反的殉道。圣经使徒行传记载的扫罗他在一旁见证了司提反的殉道，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7章58节。或许在这段经文里面，那一些杀手，就是把司提反杀死的这些人，他们将外衣交给了一个在现场叫做扫罗的年轻人，是不是在意表着工作的交棒？我们进一步看到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今天的经文继续的记载，扫罗迫害残害教会。扫罗迫害教会，从那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极残酷的迫害。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地去。有些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，并且为他大声哀哭。这时候扫罗进行摧残教会的工作，他挨家挨户搜捕男女信徒，把他们关进牢里。标题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。那些分散的信徒到各地传福音，腓利到撒玛利亚去，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。群众都聚精会神地听腓利所说的话，他们一边听一边观看他所行的神迹。有许多人被污灵附着，那些污灵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跛脚的也都获得医治。撒玛利亚城里充满着喜乐。上帝透过了这些事，让福音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传到了撒玛利亚，也透过扫罗的迫害、人们的四散，使得福音反而广传到各地去。福音也因此渐渐的往北传播。使徒行传第9章记载了扫罗被圣灵感召的地点，就是在更北的大马色。这就是上帝特别的作为，上帝的方式。自从我们礼拜堂的建造拿到之后，1月报开工，然后到了4月3号大地震之前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取得开工的许可，我们的心里就开始有点着急，因为从开工日期要在26个月里面必须要完工。看着这个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开工的许可却是仍然全无音讯。经过了4月3号的大地震，我们就心里感谢上帝的作为，还有他的时间的安排。我们的旧礼拜堂已经拆掉了，我们的地基还没有开挖。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如果这2件事情都存在的话，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决定如期在4月9号举行开挖的感恩礼拜，虽然说会 delay， 但是4月10号就传来开工许可已经被批准了。整个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在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的方式来进行上帝的工作。诗篇22篇25节到31节，
我要全体会众面前颂赞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的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觉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，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。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。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。世世代代的人都要侍奉他。人们要向后代述说上主的事，未出生的人将要听人说，上主拯救了他的子民。感谢主，谢谢耶稣基督用你的方式做你的工，显明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使我们领受你的呼召，与你同行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